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4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東局勢。今天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5天。自2月28日開始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已進入第5天。美以聯合行動代號為史詩怒火，重點是針對伊朗的導彈能力、海軍、空軍、防空系統以及領導層、建築群進行打擊。行動的第一天美以戰機對德黑蘭市中心一座大院發動襲擊，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身亡。當時哈梅內伊正召集高級助手開會，國家安全和情報部門官員也同期聚集在此。美軍中央司令部通報稱，行動不到100小時，打擊約2000個目標，投放超過2000枚彈藥，嚴重削弱伊朗防空系統，摧毀數百個彈道導彈發射器和無人機， B-2 隱形轟炸機和 B-1B 槍騎兵轟炸機對伊朗境內多個縱深導彈設施實施了精確打擊。 B-52 轟炸機編隊也對彈道導彈陣地發動空襲。以色列空軍連夜襲擊德黑蘭的領導層建築群，約100架戰鬥機扔下250多枚炸彈，目標包括伊朗總統府、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總部等重要機構。以色列還炸毀了位於德黑蘭的伊斯蘭專家會議大樓，擊中該委員會的據說是88名成員。當然了，這裡面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當時他們正舉行投票選舉最高領袖，這又是一窩端吶。另一報道稱，襲擊位於庫姆市的專家會議辦公樓，造成6人死亡，30人受傷。當時大樓內並未舉行會議，出於安全考慮，改為非現場投票。這個以色列是有點不講武德人家伊朗的叫伊斯蘭這個專家委員會88名成員要投票選舉新的最高領袖，又要給人家來一鍋端。據媒體報道他們已經採取了這個線上投票，要不然你把這個88名專家給端了，那真的是最高領袖就出不來了。以色列國防部發布的視頻顯示，正在準備起飛的2架伊朗空軍 F-4 和 F-5 戰鬥機在空襲中被摧毀。美軍視頻則顯示多枚精確制導武器襲擊伊朗空軍基地，至少2架蘇22攻擊機被直接命中和摧毀。美以空襲摧毀伊朗空軍停放在機場的部分米格29戰鬥機，並重點打擊伊朗空軍基地，使其陷入癱瘓，摧毀15架各型戰機，包括至少5架 F-14和2架 F-15。美以對伊朗東南部阿曼灣沿岸港口城市賈斯克發動空襲，導致100多艘漁船起火並嚴重損毀。這個就是那個大概是用於藍唇戰術的這種船吧，上面架個火箭炮，對吧？或者什麼簡易的導彈發射裝置準備圍攻飽和式攻擊林肯號航母的，這個也讓人家掃蕩了。在最近的空襲中美軍首次發射 P-2SM 遠程精確打擊導彈，海軍從2個航母打擊群發射多輪巡航導彈打擊伊朗指揮控制系統和防空能力，空軍持續高強度空襲，陸軍投入大量單向攻擊無人機，超過5萬名美軍士兵、約200架戰鬥機、2艘航空母艦以及轟炸機參與行動，並將投入更多作戰能力和火力。截至3月3日，美軍對伊朗境內目標進行了超過1700次打擊，最主要是 B-1B 轟炸機從本土起飛，從美國橫跨大西洋，通過這個約9架 KC-46 空中加油機竭力支持進入伊朗領空實施縱深轟炸，對導彈工業鏈條進行空襲。一架 B-1B 可攜帶24至30枚聯合攻擊彈藥，3架 B-1B 可以打擊90個目標。這說明什麼呢？這個大家知道B-2是隱形轟炸機， B-52是什麼同溫層堡壘，這個 B-1B它是應該是一款老款的它是非隱身戰鬥機，它就是載彈量大。這個飛機飛到伊朗進行從美國本土橫跨大西洋飛到伊朗去轟炸，說明伊朗的防空系統基本上已經被扫蕩一盡沒了，要不然美軍不會派這個 B-1B 突入伊朗這個本土。一般的這個 B-1B 這是現在都是用在这個叫戰區外圍，也不會進入戰區核心，也就是會遠離敵方這個防空導彈的這個範圍，因為它是非隱身戰鬥機最主要是美軍還在使用激光制導炸彈 GBU-12
這種系列啊打擊地面目標。那這個就要求啊飛機要離這個目標啊比較近啊，至少是100公里以內，或者是幾十公里。像这些都说明啊，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啊已经被清除掉了。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伊朗的反擊情況。伊朗現在雖然是群龍無首狀態，但是他伊斯蘭革命衛隊下面啊也是各自為政，亂打一氣。伊朗的外長阿拉戈齊已經說過了，他目前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屬於這種叫沒有統一指揮。阿曼呢，他作為這個美國和伊朗的這個調解人斡旋，結果也遭到這個伊朗的導彈攻擊，所以這個阿拉戈齊給阿曼道歉，說了這阿曼冤吶，但是我這對吧，我是拉架的，我調解的還挨你導彈炸。這個阿拉戈齊說啊，現在伊斯蘭革命衛隊啊基層的這個已經不受上面控制，就這意思啊，實際上是群龍無首狀態。伊朗對以色列和美軍在中東的基地發起猛烈反擊，已發射超500枚彈道導彈，超過700架無人機和2000多架這個無人機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啟動真實承諾4行動第16輪，動用大量導彈和無人機對以色列境內目標展開打擊。3日晚間至4日凌晨的第16波行動中，對以色列中部及北部目標發動襲擊，包括位於特拉維夫的以軍總參謀部和國防部、特拉維夫東北部的佩塔提克瓦以及北部的西加利利地區的軍事設施。情報來源和現場監測報告稱，衝突進入第4天，以軍傷亡人數已超過680人。這裡面最有意思的就是4枚巡航導彈向美軍林肯號航母發射。根據媒體報道啊，說該艦呢已轉移至印度洋東南部海域。那按照這個很多盤判們的說法，就是美國的林肯號航母夾着尾巴逃跑了，遠離戰場。關於這個林肯號航母到底什麼個情況，我看有很多印度的盤判們呢說，這個林肯號航母肯定是遭到打擊了，倉皇逃離。這個說法我不得不澄清一下啊，印度的盤判說這種話，那是在侮辱印度，也是在侮辱正義聯盟的大哥俄羅斯。你想一想啊，現在福特號、林肯號雙航母戰鬥群正在那兒作戰，正義聯盟的大哥二哥那天上衛星偵察手段他不用嗎？現在正是研究學習的最佳時機呀，對吧？那調集所有的衛星在那盯着你看呢。哎，如果林肯號挨了炸彈、挨了導彈，這照片不出來嗎？然後正義聯盟大哥二哥不對外公布嗎？不光正義聯盟大哥二哥，還有法國，對吧？英國的衛星啊也在看着的。誰有義務給特朗普保密啊？誰有那個義務？誰願意幫特朗普保密啊？都巴不得他把他挨一炸彈立馬給他捅出去。既然沒有，對吧？這個照片也沒出來，視頻也沒出來，高清衛星圖片沒有，說明啥？所以盤判們還在那意淫，盤判們一意淫呢，說白了就是在打自己的臉，對吧？你就是在高級黑啊，黑印度衛星不行，對吧？黑正義聯盟大哥情報能力不行，人家這個美帝啊，以色列，對吧？把那個哈梅內伊用導彈送走了，連現場照片都照出來了，連搶救的照片第一時間都發出來了。或者那麼大一航母，對吧？那得多大呀？被炸得稀巴爛，或者炸成什麼樣子，濃煙滾滾，居然你號稱那麼多衛星，對吧？高分辨率的衛星，能精確的看到人臉上的鬍子的這種衛星，幹啥去了？捨不得開機是嗎？省電是嗎？要看開機廣告是嗎？所以說盤判們稍微動點腦筋，不要在那意淫吶。林肯號、福特號可以說啊，正義聯盟世界滿世界都指望着看他笑話，稍微冒點濃煙，立馬就有人給他拍照發出來。所以很多盤判們啊，在那兒意淫，說這個林肯號啊、福特號啊、林肯號已經受傷了，撤出戰鬥。我覺得這個對美軍的羞辱啊，遠遠小於對正義聯盟大哥二哥的羞辱。伊朗無人機夜襲擊中美軍彈藥庫，美國駐沙特大使館站點疑似遭伊朗無人機襲擊，導致局部起火和物質損失。美國大使館向利雅得、吉達和達蘭的美國公民發布就地避險通知，取消針對美國公民的服務預約。沙特國防部稱，大使館遭2架無人機襲擊，引發局部火災，建築輕微受損。美國駐伊拉克埃爾比勒總領館遭到襲擊。伊朗對中東地區美軍基地和以色列目標發起還擊，導致6名美軍軍人身亡，18名士兵重傷。3架美軍 F-15E 戰機在與伊朗激烈交戰中被科威特防空力量誤擊，並且這個伊朗發射導彈襲擊了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和
和空軍司令部，造成嚴重破壞。這個伊朗也準備斬首內塔尼亞胡，但是比較遺憾啊，內塔尼亞胡又躲過一劫啊。伊朗對中東各國發起袭擊，包括卡塔爾一處能源設施遭伊朗無人機打擊，導致暫停液化天然氣生產。受此影響，歐洲基準天然氣價格盤中漲幅超過50%。卡塔爾國防部稱其空軍擊落2架伊朗蘇24戰鬥轟炸機，攔截7枚彈道導彈，並擊落5架伊朗無人機，所有威脅在到達目標前均被摧毀。這是自衝突開始以來首次確認在空中擊落伊朗的飛機。伊朗還對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約旦、巴林、科威特、卡塔爾、阿聯酋等國目標發起襲擊，這就是瘋了啊！這就是伊朗叫群龍無首的一種表現。這個伊朗現在就像极了100多年前老佛爺对萬國宣戰。伊朗就是把自己那些短程導彈能夠得着的地方都打一遍，愛誰誰。美國大使館遭襲後，沙特國防部初步評估稱建築輕微受損。當然了，伊朗還加大了對庫爾德反抗地區的轟炸力度，衝突已蔓延至10幾個國家，中東沒有國家能置身事外。伊朗想以此逼各國對美施壓，這個恐怕算盤就打錯了。現在應該是各國現在已經起了殺心，既然你伊朗不仁，那咱就没必要再裝着了，是吧？这一次肯定是要把伊朗神棍政權徹底結束。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要是中東的王爺國，你說你擔心不擔心伊朗有核武器？他有核武器，他炸不着美國，他炸周邊呢？那現在不就在這麼幹嗎？你越這樣，那周邊這10幾個國家越一起要對付伊朗，趁這個機會。所以這些國家現在都在萬幸呢，幸好伊朗沒有核武器啊，如果有核武器那就完了，對吧？那迪拜那就成為火海呀。圍繞着這個伊朗國內的權力安排和權力鬥爭情況哈梅內伊身亡以後伊朗迅速組建臨時領導委員會，成員包括現任總統佩澤西奇揚、司法部長埃傑伊和新任命的教士阿拉菲。現在關於伊朗的這些人的健康狀況下落，這都是眾說紛紜呢，也是消息非常多。有人說這個阿拉菲上任幾個小時就被炸死了，有人說他現在還在。這是按照伊朗的憲法第111條搞出來這個臨時領導委員會，負責國家日常決策、外交及安全事務，直到選出最高領袖。這個顯然這個委員會是沒有用的，因為哈梅內伊死之前呢，搞了一個4層架構，相當於授權給基層這些軍官，他們有權利按照既定的這個目標和方案進行打擊，或者叫有權利進行行動。佩泽西奇扬能管得了誰呢？所以說到目前為止這個伊朗的神權統治機器，它是在巨大的慣性下還在似乎在運轉，實際上是表面穩定下的人心惶惶，都在觀望。我們要看在未來幾天，在美國以色列的這個狂轟濫炸之下，在高壓之下，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是否會分化瓦解？這裡面重要標誌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會不會有人，對吧？要叛逃，主動向美國以色列投降，甚至反戈一擊，也就是內亂這個都有可能在未來這個美以高壓之下，有一些在內鬥中不占優勢的人鋌而走險，他可能叫叛逃，可能叫反叛，如其對吧坐以待斃，被內部人搞死，他不如直接迎接董王迎接董王。所以說未來伊朗的這個高層精英是否會叛逃，這個也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我相信很快就有。根據媒體報道說哈梅內伊兒子穆杰塔巴目前是最熱門接班人，負責遴選下一任最高領袖的專家會議高級神職人員周二舉行會議商議。據3位伊朗官員透露，穆杰塔巴脫穎而出，成為領跑者。宗教人士考慮最早周3宣布其接替父親，也就是今天宣布是吧？但部分官員保留意見，擔心他曾美以攻擊目標。該會議舉行2次線上會議，一次上午，一次晚上。原計劃在庫姆舉行，但遭到以色列襲擊，當時建築空無一人。伊朗媒體稱，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平安。新任最高領袖選舉已進入最後階段，或很快公布人選。這個也是媒體的一面之詞，顯然這個不太可能。這是伊朗的很多反對派，他們借刀殺人，他們要對哈梅内伊進行清算，所以在这麼危險的時候，要讓哈梅內伊的兒子接班，那不是想借以色列的手和特朗普的手，讓哈梅內伊斷子絕孫嗎？滿門抄斬呢？這太狠了吧！這個時候伊朗內部對誰不滿意，對吧？誰的這個怨氣最大，就把誰推到這個最高領袖位置上，等着美
美國和以色列的炸彈，把他送走。这个特朗普啊，他对媒体说啊，他说伊朗有一些人正向美国寻求豁免权，希望結束衝突，许多伊朗人主動聯繫美國，包括最出乎意料的人，某個時刻他們將放下武器。特朗普稱準備了3個非常好的伊朗領導人選，但現在不能透露，這被視為心理戰。當然了，特朗普這種虛虛實實的，對吧，滿嘴跑火車的，他這個說法確實有這種分化瓦解伊朗現層的，對吧，這個碩果僅存的幸存的這些領導層的一個作用。你說你們中間啊，有人出了叛徒了，有人在跟我聯繫，這個人你們肯定想象不到啊。什麼叫想象不到啊？那這個人一定是位高權重嘛。第二個，這個人一定是他是反差很大嘛。想象不到什麼意思？就是這個人肯定是反美最激烈的，反以，對吧？最強硬的，你才想象不到啊。所以說，我覺得啊，這個目標所指啊，很有可能就是拉尼賈尼，就是哈梅內伊死之前指定的那個拉尼賈尼啊。我看有媒體報道啊，拉尼賈尼說他從去年12日戰爭以後啊，他也就見過啊哈梅內伊幾次，而且每次去見哈梅內伊的時候，都是坐這個哈梅內伊派來的車，然後被蒙上眼睛，你去看看啊，跟那個黑社會綁架一樣，蒙上眼睛，帶到一個秘密的地方，然後他再下來去見這個哈梅內伊，他完全不知道這地方在什麼地方，然後再見完之後再上車，又蒙上眼睛把他送走，也就是連拉尼賈尼都不知道哈梅內伊在什麼地方。媒體這麼報道啊，我在想啊，他一是要撇清拉尼賈尼他成為叛徒的這種可能，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懷疑啊，哈梅內伊都被端了，對吧？用導彈送走了，為什麼拉尼賈尼能苟活？他既然是哈梅內伊的這個接班人那麼重要，他為什麼沒被幹掉？那他有沒有可能是摩薩德或者是中情局的特工，或者被收買了？現在是只要活着的人，只要是活着位高權重的這些人，你還活着，那你就是懷疑對象。所以媒體這種報道實際上就是給拉尼賈尼洗白，就表示哈梅內伊在哪兒我不知道，雖然我是接班人啊，雖然我是這個，對吧，委以重任，但是他每次見他我都不知道他地址在什麼地方，所以不可能是我透露的。然後第二個就是卡尼，就是那個聖城旅的指揮官，據說啊，哈梅內伊當時召開會議的時候先見了卡尼，跟卡尼談完之後，卡尼經過哈梅內伊同意，因為他有緊急的事情要處理啊，然後他就沒有參加接下來這個大會。卡尼一走，那個地方就遭到了這個幾十枚炸彈的襲擊，所以卡尼又成為這個嫌疑人。還有一個嫌疑人就是佩澤西西揚，對吧？這個佩澤西西揚就更神奇了啊！上一次這個12日戰爭的時候啊，也是的，在一個地方召開高級軍官會議。這個佩澤西西揚就是神秘的啊，在這個好像炸彈來之前，他通過僅有的一個逃生通道跑了，而且還受傷了。逃跑這個過程中啊，腿部受傷，結果其他人全被炸死。所以很多人就懷疑說，怎麼就這麼巧呢？說這個什麼意思啊？說這個就是說，現在伊朗啊，這些高層裡面只要沒死的，人人自危，人人都要自證清白。這伊朗的盤們們，對吧？一憤怒，那可顧不了這些啊。所以你每個人都要自證清白，每個人都是懷疑對象。誰讓你活着呢？你只有死了，你才是清白的。佩澤西西揚說：“我早就沒權利了，對吧？開會也不叫我，我哪知道他在哪兒？我早就靠邊站了，這不是媒體報道的嗎？當然了，還有這個媒體報道啊，說這個是以色列早就叫侵入伊朗的這個叫監控系統，就伊朗德黑蘭大街上那個，或者伊朗其他城市的這個到處攝像頭已經被以色列人給監控了，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來分析特定車輛或者特定人員的這種行蹤，來分析，最終確定這個哈梅內伊在什麼地方，他的這個行動軌跡。當然這都是一種說法啊。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稱，美以打完後願重啟談判，但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尼賈尼否認重啟談判的可能性，表示伊朗已為持久戰做好準備。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本着良好意願走向談判桌，多次強調不發展核武器立場，但還遭到美以侵略。武裝部隊和人民誓言在存亡之戰中全力以赴，將全力以赴打贏這場戰爭，不計代價和生存，為和尊嚴鬥爭。這個巴加埃在這個德黑蘭的一間被美以襲擊受損的一個學校教室裡面舉行記者會。這個巴加埃訪問特朗普說，到
到底誰在威脅誰？伊朗向美國海岸派兵了嗎？伊朗被数百個美國軍事基地包圍了嗎？難道是伊朗的錯嗎？我們向白宮發射過導彈嗎？五角大樓報告說，伊朗對美國不構成威脅。儘管所有人都說襲擊迫在眉睫，哈梅內伊仍堅守德黑蘭市中心辦公地點，為伊朗獻出生命。這個巴傑埃這個時候說這話晚了，真的是晚了。伊朗或許伊朗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我只能說或許啊，但是伊朗那就吃虧在嘴上了。我說了嘛，就是說最狠的話，最毒的打就是伊朗，对吧？你有事沒事就是说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有事沒事就是把以色列，对吧，要趕下海，趕到海裡去。你有事沒事就喊讓美國去死，這個口舌之快，一時爽，喊多了人家不知道真假，對吧？你成為一項國策，人家懷疑你這就是你的國策，那幹你幹誰呢？這個內塔尼亞胡啊對記者說啊，他說朝鮮不僅有核武器，而且還有那個核載具，對吧？導彈都搞出來了，為什麼說沒有人打他呢？大概这意思啊，那是因為說朝鮮從來不喊讓美國去死，說把美國從地球上抹掉，這意思啊，那就你伊朗那吃虧就吃虧在嘴上，說最狠的話，自己都打。你看這就是內塔尼亞胡驗證的啊。這個時候巴傑埃說，我們有什麼威脅呢？我們只不過是喊兩句而已，口炮，對吧？那沒辦法。所以說這個盤盤們呢，對吧，就不要口炮了，有那個實力再說那個話，沒那個實力不要口炮，口炮也會挨打。現在哈梅內伊啊被導彈送走了，這明明是伊朗的這個情報系統被滲透成篩子，伊朗的安保系統叫形同虛設，對吧？伊朗在這個美國中情局和這個以色列的摩薩德面前呢就是裸奔，明明是伊朗不行，但是呢這個盤盤們呢又換了一個敘事方式，變成哈梅內伊，對吧？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捨身取義，對吧？就知道你以色列導彈要來，我就讓你炸，炸完之後他好喚醒伊朗人，團結一致，對吧？反抗美帝和這個猶太復國主義，用自己的血喚醒伊朗人。哈梅內伊豐盛，你看看這是不是盤盤們的這個所熟知的啊？這個叫什麼敘事邏輯啊？敘事方式？盤盤們最喜歡聽這樣的故事。我覺得盤盤們從這個美以對伊朗的混合雙打中啊，要汲取一個經驗教訓就夠了，就是口炮要不得啊，說最狠的話，最毒的打。目前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情況呢，最近啊導致這個全球資本市場，對吧，巨幅波動，這個就跟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情況相關。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副司令阿克巴爾扎德稱，霍爾木茲海峡已完全處於伊朗海軍控制之下，10多艘油輪無視警告被炮彈擊中並燒毀。在伊朗宣布禁止航行後，油輪、商船、漁船已無法通過。革命衛隊指揮官贾巴里稱，不會允許一滴石油從該地區流出，任何試圖通過船只都會被擊毀。據法爾斯通訊社報道，目前沒有任何油輪通過，26艘油輪在附近徘徊，另有27艘完全停航，合計運載能力1200萬桶原油。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連接波斯灣和阿曼灣，是沙特、伊拉克、卡塔爾、阿聯酋等產油國原油出口必經之路，每天約2000萬桶原油經過，佔全球產量的20%。卡塔爾幾乎全部的液化天然氣也依賴此通道，佔全球供應的20%。那麼霍爾木茲斷航將面臨世界經濟新考驗，如果封鎖持續，油價上漲會相當快，對天然氣市場影響更加顯著。因為天然氣沒有庫存的緩衝，亞洲和歐洲淨能源進口國將受更大衝擊，甚至會影響全球的芯片產業。台灣的這個能源進口主要是來自於中東，它大部分都是中東提供的，那就相當於現在已經斷了。那台灣的這個能源一斷，那就影響它的這個芯片產業。如果衝突長期化，高通脹和低增長的滯脹將成為現實，受特朗普關稅政策打擊的世界經濟面臨新考驗。所以說這個特朗普信誓旦旦拍胸脯，他說如果有必要，美國海軍將開始護送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並下令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為海灣地區海上貿易提供政治風險保險和資金擔保。這是控制能源價格上漲、平息石油市場動盪的最有力舉措之一。特朗普還說這個他要以合理的價格、相當便宜的價格，就為這個在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這些船提供保險這個服務。實際上這個很多這個運輸公司的船呢，
呢，他不敢從那儿走，主要是没有保险，就是保險公司停了，保險公司一停，那船就不敢走了，那炸了算谁的呢？啊，所以说特朗普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军舰护航。但是啊，这個船東和這個運輸公司啊，目前不確定軍事護航和保險支持是否足以阻止油價上漲。特朗普說啊，伊朗已幾乎用完導彈發射器，也就是伊朗的導彈沒了。那麼接下來怎麼辦呢？特朗普說啊，不排除根據局勢發展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的可能性。比如說啊，他先要派這個海軍陸戰隊。特朗普稱伊朗實力已大大削弱，預計最終會被制服。對伊朗新領導層希望恢復談判，他同意對話，但未透露時間。如果伊朗新領導層證明是務實的合作夥伴，對伊朗的制裁可能被解除。這就是特朗普慣用的啊，就是胡蘿蔔加大棒啊，一邊炸一邊打，一邊說哎，解除制裁，你要跟我合作，對吧？你這日子不就能過下去嗎？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稱，最猛烈的打擊尚未到來，下一階段對伊朗的懲罰力度會更大。特朗普啊也在做棘手準備啊。本周末，特朗普駐伊拉克北部的伊朗和伊拉克庫爾德領導人通話，很可能涉及地面起義問題。這個特朗普還分享《華盛頓郵報》評論文章稱，美國軍隊無需地面行動，因為伊朗人民將成為地面上的靴子。這個自2025年12日戰爭以來啊，美國以色列建立的庫爾德武裝力量在伊朗境內煽動武裝起義。自去年以來，武器走私啊進入伊朗的西部，武裝數千名庫爾德志願者，預計數日內發動地面行動。這個以色列啊已經出動了這個第92師是吧，進入這個黎巴嫩，也就是說以色列對吧，地面部隊啊已先出動了。近幾天，美以空襲多次打擊伊朗政權在西部的安全目標，為起義創造條件。一旦行動開始，美以部隊將提供空中掩護。伊朗境內有1000萬庫爾德人，多年來數千人曾在山區接受訓練，所以說啊，這個很有可能庫爾德人也要被動員起來先動，不管誰動啊，總之這個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是沒有什麼還手之力，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因為啊，伊斯蘭革命衛隊沒有制空權，只有挨打的份兒，還有口炮的份兒，就是吹牛。2週之內啊，霍爾摩斯海峽通行狀況如果得不到改善，這個美國以色列恐怕就要派地面部隊，結局也是摧枯拉朽。不要聽那些什麼對吧，印度的軍事專家在那胡分析，想一想伊拉克的這個共和國衛隊100萬雄師對吧，號稱陸軍全球第4，一打仗還沒看見美國人坦克，這部隊就沒了對吧？要知道那時候薩達姆還沒死啊，部隊就沒了，你現在哈梅內伊都已經走了對吧？所有的抵抗都是盤曼們在意淫，所謂的抵抗啊，無非就是要求啊，躺在地上的貞觀西啊，你再挺一會兒，這個盧提霞馬上就沒勁了，手也打累了，拳頭也打疼了，他打不下去了，對吧？你貞觀西你再扛幾拳，盧提霞就得跪地求饒了。你說盤曼不就是意淫嗎？要不就是濺這個盧提霞一身的血，惡心死他。這盤曼都是這種思路啊。總之啊，伊朗現在國內是一片混亂，群龍無首，國內的內鬥啊是越來越厲害，矛盾很快就要激化。我們密切關注這個伊朗的動向，關注這個中東的局勢。伊朗人呢，離天亮不遠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